Hello，大家好，今日將會講下趙惜之一人豪宅，曾經過住基層嘅生活，富足心靈。喺我哋未開始講之前，歡迎大家嚟到啱 K 先生嘅頻道。如果喜歡我嘅影片，請點讚、留言、訂閱，記得撳埋個鐘仔。咁下次有影片上嘅時間咧，就可以同你分享啦。多謝各位。我哋睇下趙惜之。咁好多人咧都聽過趙惜之呢個名噶啦，我哋即刻諗起贏在起跑線。咁趙惜之啊，佢嘅父母啊咁顯赫啊，我哋當然知道啦。咁我哋睇下趙惜之先。咁趙惜之應該咧就係1979年出生，媽媽咧就係好有女人味嘅姚偉。你覺得趙惜之同姚偉嘅樣似唔似咧？咁如果要講趙惜之，我哋即刻諗起姚偉就係媽媽啦，爸爸就係現年89歲嘅富商。話呢位富商咧就係趙世曾。趙世曾咧就係香港輪船之王趙重憲家族嘅後人，就係第三個仔啊，趙世曾。咁趙世曾可以講話咧係鑽石王老五嚟嘅，因為佢從未結過婚。大家都知道趙世曾呢位風流倜儻嘅公子哥兒吓，咁女朋友真係無數。而趙世曾咧咁多女朋友之中咧，佢真係冇結過婚啊。不過咧，佢有3個唔同媽媽生嘅仔女，大女咧就係趙惜之，二仔咧就係趙惜浩，三仔就係趙惜正。咁1979年咧，姚偉咧同趙世曾啦意外懷孕之下咧，就趙惜之咧就係出世啦。不過咧滿月之後咧，姚偉同趙世曾咧就係分手，撫養權咧就係俾咗姚偉。其實趙惜之嘅生活咧都非常之低調嘅。不過咧最近咧喺呢個今年嘅11月咧，趙惜之咧就進駐小紅書，佢咧就分享咗生活嘅日事，亦都大談佢童年嘅生活。佢話我人生嘅自由啊，係從送報紙開始。咁我哋都非常之詫異喎，我一個咁富有嘅家庭，趙惜之你係曾經送報紙？咁我哋睇一睇啲相先。嗱，呢位就係姚偉。姚偉同趙惜之嘅樣貌非常之相似。呢個就係 baby 趙惜之啦，左手邊就係姚偉。呢個就係三姐弟吓。咁我哋都認為咧，話有錢人嘅仔女係點樣過生活嘅咧？姚偉被形容為最有女人味嘅女人。喺1977年咧，姚偉咧就係戀上呢位富商趙世曾，話轟動一時未婚咧就生咗趙惜之啦。不過就係滿月就分手啦。由於趙惜之公開啦，就係有個同性嘅婚姻啦。咁姚偉咧係大力反對嘅，其後咧亦都慢慢接受。趙惜之講佢啦，細個嗰陣時候啊，就喺爸爸同媽媽兩個家庭兩邊走啊，係一個非常之極端嘅唔同嘅。爸爸就係一個非常富有嘅家庭，豪華嘅居住環境，坐 Rolls Royce。而媽媽姚偉咧就係喺一個貧窮嘅大家庭裏邊成長嘅人。趙惜之講佢有好多嘅表兄弟姊妹啦，亦喺成長之中咧，亦都係體驗到唔同人有唔同嘅性格。喺佢成長之中咧，覺得生活原來有咁大嘅對比。趙惜之講佢媽媽對佢好嚴厲。6歲嘅時候，媽媽係再結婚嘅，所以佢哋去咗美國居住。由於佢家族嘅背景真係趙惜之咧係一言一動都係受人注意嘅。咁有一個好大嘅改變就係13歲嘅時候，爸爸送咗趙惜之去英國，令到趙惜之獨自一人生活。
趙適之講佢開始做返一個普通人，去感受到自由嘅滋味。嗱，我哋睇下啲相先，呢個就係趙世曾啦，哇，佢個女友無數啊！趙世曾咧就係應該係讀呢個建築學嘅，喺外國嚇，咁有錢啦，公子哥兒啦，有學識啦，溫文有禮啦，咁當然啦，吸引咗好多嘅女朋友啦。咁趙適之咧係非常之努力嘅嚇，佢從佢個學業生活咧之中咧都係努力，並唔係因為佢有錢而努力，而係個人努力。趙適之講咧，去到英國咧，佢係過住踏實嘅生活。佢開始咧做雜工啊，雜工嘅意思係乜嘢工都做啊，包括咗朝頭早晨早清晨就去送報紙啦，又去餐廳嗰度洗碗碟，夜晚去啲小酒館嗰度抬起大箱嘅啤酒，而半夜又去老人院陪伴老人，做照顧老人嘅工作。佢覺得嗰陣時嘅生活係非常之清苦嘅，而且學業嘅壓力又好大啦。不過佢諗翻你以前，佢覺得咁樣先至係真正嘅人生嘅生活。佢覺得喺英國嘅過住打雜工嘅生活啦，就係一段美好嘅時光。因為佢覺得生活越辛苦，其實佢就更加懂得珍惜。佢見到唔同形形色色嘅人，佢哋有唔同嘅故事。喺佢英國嘅生活之中，感受到好多陌生人俾佢嘅溫暖。佢聖誕節冇錢返香港，同同學仔一齊過節，佢哋一齊煮大餐食，聖誕大餐。佢話同學仔又送俾佢嘅禮物。佢覺得與生俱來嘅標籤都唔及呢啲真正嘅一啲人與人之間嘅溫暖同感情。佢覺得呢啲就係人生嘅財富，而令到佢心中富足。佢講嗰陣時喺英國只係賺3.25磅，係最低工資啊！咁佢儲起啲錢。佢唔願意花錢，因為佢咧覺得哇，原來做工係咁辛苦嘅。佢將啲錢都儲起。佢當時咧係當佢讀完書嘅時候，佢儲起5萬磅嘅英鎊。呢啲錢咧係佢嘅工資係儲起嘅。佢諗起佢媽媽咧嘅成長係咁貧窮啊，於是佢就將所賺嚟嘅5萬嘅英鎊係送俾佢媽媽。佢希望將自己雙手賺到嘅財富同佢媽媽分享。其實咧，佢除咗賺呢啲英鎊，其實咧佢心中係非常之富有，因為佢可以體驗到人生嘅唔同階層嘅生活，亦都可以感受到咧人間咧原來喺貧窮生活之中咧都有愛。佢覺得人生嘅劇本咧應該係由佢自己而寫。趙適之咧係喺英國咧曼徹斯特大學係讀建築系，就應該係同佢爸爸一樣係讀建築系。咁趙適之係致力於慈善扶貧嘅服務啦。喺生活之中佢亦都係參與推廣藝術文化。嗱，我哋睇一睇趙適之，好多人對趙適之嘅童年咧都留言嘛，佢覺得哇，原來佢嘅生活之中係咁大嘅對比啊！咁趙適之一個人咧係心善人美，佢覺得趙適之咧係冇架子嘅。喺個咁富貴嘅家庭之中咧，佢亦都咧對慈善工作做義工推廣慈善嘅服務咧，佢係不遺餘力嘅。咁我哋睇一睇啲圖。趙適之個爸爸趙世曾呢個係鑽石王老五，真係女友無限。我哋就跟住咧，我哋睇下趙世曾個豪宅係點樣。因為趙適之講嘅一人嘅豪宅，咁其實俾我哋感覺到就係話，哇，豪宅係大，但係咧可能係
內心咧較為寂寞嘅。我哋睇一睇，話呢個豪宅，呢個靚車，呢個趙世曾嘅靚車嚇。我哋雖然冇咁富貴嘅生活，但係我哋不妨咧亦都睇下趙世曾嘅豪宅內裏係點樣。哇！真係金碧輝煌，個樓底啊幾高啊！嗰啲古董啊，嗰啲藝術擺設嚇，哇！就算啲牆咧都係有咁靚嘅雕刻。淨係睇呢個旋轉樓梯啊，你已經覺得係蔚為奇觀。咁高嘅樓頂啊，住得應該好舒服嘅。哇！淨係睇個門面啊，嗰個趙院啊，個間屋嘅入口咧，已經覺得係非常之舒服。我哋睇下趙世曾啦，佢現年已經係89歲啊，佢仍然講佢仲有女朋友。咁啊，趙世曾嘅屋企嘅趙院啊，即係趙適之嘅豪宅啦嚇，內裏啦嘅客廳啦，話出邊咧即係好似一個公園，一個濕地公園嚇，有呢個池塘，見到池裏邊嘅金魚，又或者見到話一個泳池啊，私人泳池啊，私家泳池啊，真係蔚為奇觀啊！然後無敵嘅海景，淨係嗰個長餐台啊，都可以坐成幾十人。哇！牆壁嘅雕刻幾靚。咁趙世曾講咧，就佢個豪宅啊，好多時都租借俾電影公司拍片嘅喎，包括咗好似周星馳啊、成龍啊、楊紫瓊啊、劉德華咁樣。咁佢收到嘅租啦租借啊嘛，收到個租咧就捐做慈善嘅。咁你睇見呢個豪宅幾靚。咁曾經趙世曾咧接受訪問嘅都係令到我哋咧可以近距離嘅由個 mon 嗰度接觸到趙世曾同趙適之佢哋個豪宅。我哋可以見到咧就係呢個就係趙適之啦，中間就係細佬啦，右手邊係爸爸趙世曾。咁佢哋三姐弟係同父異母所生嘅，但係感情亦都好好。咁我哋見到范冰冰咧，亦都係有到訪趙世曾嘅屋企嘅聖誕節咁話俾我哋覺得好似係一個商場其實真係唔係嘅，呢個只不過咧係佢哋嘅居住日常居住嘅豪宅，有商場嘅感覺，會唔會啊？咁仲睇下出邊啊，話得閒啦，坐喺出邊睇下綠色咁靚嘅植物同埋觀魚睇下啲魚咁。聽講話趙世曾係有9名嘅工人係專係負責咧係呢啲花園嘅種植打理咁樣。我哋睇下趙世曾，話佢淨係睇個外貌嗰個私人泳池已經非常之震撼。咁我哋就覺得話，富裕嘅生活係咪令所有人滿足呢？由趙適之去親身講俾大家聽，原嚟喺貧窮嘅生活先至令佢心靈嘅滿足，令佢更加有人生多嘅體驗。我哋亦都可以見到咧，趙適之可能咧就喺英國有咁好嘅人生嘅體驗咧，人生嘅經驗同埋接觸到唔同階層嘅人捱過苦所以咧去推行慈善嘅工作咧係不遺餘力嘅。如果我哋講趙適之，我哋會諗起喺2012年咧，趙適之咧有一段嘅同性嘅婚姻佢就係同呢個波爾標嘅太子女楊如心喺法國秘密結婚當時咧趙世曾當年係唔接受佢個女嘅同性
戀愛啊，曾經啊就係以5億咧作為趙適之嘅嫁妝啊，係招婿啊嚇，呢個話題就成為國際嘅熱話。其後趙適之咧就係喺2018年咧就同楊儒森咧係分手嘅，結束咗13年嘅關係。咁而喺2019年，趙適之咧係被傳咧同小學嘅同學 JW 咧係交往。咁而家嘅生活係點咧？相信咧趙適之咧喺未來嘅小紅書將會將佢嘅生活咧係多啲同大家分享。咁大家覺得就係話貧窮嘅生活同富裕嘅生活，可能大家都係追捧富裕嘅生活啦。其實我哋安於現狀，真正去欣賞而家自己擁有嘅，無論係貧或者係富，生活係有意義，同埋係有自己嘅理想。大家點睇呢？不妨將你嘅意見寫喺 comment 嗰度。如果喜歡我嘅影片，請點讚、留言、訂閱同埋分享我嘅影片。多謝各位，咁我哋下次再見，拜拜。